第14章，我搁看，看见羔羊徛伫锡安山，甲伊搁有144000人，拢有伊诶名，甲伊诶爸诶名写伫头遐顶。我听见对天顶有声音，亲像静水诶声音，甲大雷诶声音，并且我所听见诶，亲像弹琴诶所弹诶琴声。因伫宝座前，搁伫四活物甲正长老诶面前唱歌，仿佛是新歌。除了对地上买来迄144000人以外，无人会学这个歌。这个人袂捌沾染妇女，因原是同性。羔羊无论去叨落，因拢跟第一。因是对人间买来做初识的果子，归予上帝甲羔羊。伫因喙中插袂出有白菜话来，因是无有瑕疵的。我搁看见另外有一位天使飞伫空中，有永远的福音要传予踮伫地上的人，就是逐国、逐族、逐方、逐民。伊大声讲，应当敬畏上帝，将荣耀归予伊，因为伊施行审判的时阵已经到了。应当敬拜迄个创造天地海甲静水泉源的。搁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讲，叫万民啉迄个邪淫大受气的酒的巴比伦大城车倒了。搁有第三位天使接着，因大声讲，若有人拜寿甲寿上伫头遐顶还是手顶受了印记，这个人也的确啉上帝大受气的酒。这个酒停伫上帝受气的杯中，顺溢无杂。伊就伫圣天使甲羔羊面前，伫火甲硫磺的中间受痛苦。伊受痛苦的烟顶面穿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遐会拜寿甲寿上受伊的名的印记的，入眠袂得安宁。圣徒的吞忍就在伫遮，因是受上帝的诫命甲耶稣真道的。我听见对天顶有声音讲，你着写落，对当以后伫主内面来死的人有福气。圣灵讲是，因刷家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因。我搁观看见有一片白云，云顶坐着一位亲像人子，头顶戴着金的冠冕，手内摕快镰刀。搁有一位天使对殿内出来，向迄个坐伫云顶的大声喊着讲，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阵已经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迄个坐伫云顶的就将镰刀ฮ็伫地上，地上的庄稼就受收割。搁有一位天使对天顶的殿中出来，伊也摕快镰刀。搁有一位天使对祭坛中出来，是有权柄管辖，向摕快镰刀的大声喊讲，伸出快镰刀来收摕地上葡萄树的果子，因为葡萄熟透了。迄个天使就将镰刀ฮ็伫地上，收摕地上的葡萄，ฮ็伫上帝受气的大酒榨中。迄个酒榨搭伫城外，搁有血
对酒闸内面流出来，悬到马家江，远有600里。